好多後生仔聽說複利效應好厲害，就想住越早投資越好，甚至大學未畢業就想衝進股市。但你知唔知道，如果你冇做好3件基礎嘅事就去投資，你可能唔係就係從錢，而係就係送錢。今天呢8分鐘，我哋要為年輕投資者補上呢堂最重要嘅理財學，教你點樣喺投資前打好地基，讓你嘅財富真正穩健增長。第一件事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件，清掉所有卡數。好多人一邊欠住卡數，一邊拿錢去投資，即係簡直係捨易取難。信用卡年利率高達35%，即意味住你必須每年賺超過35%先至可以抵消利息。喺現實中，有咩投資能保證每年35%嘅回報？如果有人告訴你有，那99%係騙局。所以先還卡數就係你回報率最高嘅投資。第二件事，儲備一筆應急基金。我哋常說用閒錢投資，但閒錢不等於除咗生活費剩低嘅錢。萬一你突然急用錢，卻不得不被逼喺股市低位賣出股票套現，咁你嘅損失就大啦。我哋建議先存夠大約6個月嘅生活支出作為應急金。呢筆錢能讓你喺投資時更有底氣，唔使擔心生活被市場波動影響。第三件事，管理好日常收支。投資不是一次性嘅，而係長期嘅過程。你需要搞清楚自己每個月到底能剩下幾多錢。我哋推薦使用理財工具，譬如收支管家 App， 幫你追蹤每一筆開支。只有掌握到現金流，你先至能夠制定出可持續嘅每月投資大志，譬如定時定額投資。對於新手嚟講，管理好收支後，最適合嘅方式就係定時定額投資。利用平均成本法，你唔需要去猜測市場高低，只要每個月固定投入，長期下嚟就能分攤風險。呢需要你有穩定嘅財務管理作為支撐。總結一下，投資係長跑，唔係短跑。先清卡數，再存應雞金，最後管理好收支。當你做好咗呢3件事，你先至真正擁有了進入投資市場嘅入場券。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幫你少走彎路。如果你已經做好咗呢3件事，恭喜你，你已經領先咗好多人。如果你仲有疑問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。記得訂閱我哋，一齊變強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